《学该书》第1章15节到第2章第9节。第1章15节，因伫大流士王第2年6月24日开工。7月21，上主通过先知学该传话讲：呾你着甲撒勒帖的囝犹大省长所罗巴伯，甲约沙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，以及所剩的人民讲：恁遮耶和华地的人，啥物人捌看到即个殿古早的荣光？现在恁看到的是啥物款？伫恁的目睭前，减毋是啥物拢无。上主讲：所罗巴伯着坚强，约沙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着坚强。上主讲：所有住伫即块地的人民着坚强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佫讲：着做工，我甲恁同在。这是根据恁出埃及的时，我互恁的应允。我继续甲恁同在，毋免惊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。佫无偌久，我要过一遍，互天地海甲大地拢摇掣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我要互万国摇掣，互万国的财宝运来遮，互即个殿充满荣光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银是我的，金嘛是我的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佫讲：新起的殿的荣光会超过早前的殿的荣光。伫即个所在，我要赏赐和平繁荣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。